还在担心苏木的事，怪我。昨天与他茶馆相会后，没将他送回教坊司。我有点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母亲突发意外，昏迷不醒。苏子英意图害我，却如今下落不明。陆鹏好端端的走在路上，却被人抹了脖子。林七就更不用说了。花园城最近不太平，护城军又在楚楚手上。你总不能12个师僧都陪着我吧？那万一你不在，谁保护我啊？别胡思乱想了。苏木的事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你从玄武城过来，是不是有一支暗影？你是用他们来传递查探消息的吗？白吉，你这么防着我做什么？我又没向我们家少君索要这支卫队。也不是不给你，只不过是现在，我是没有武功傍身，要不然我也不怕这些强盗匪徒。他们要是敢过来，竖着过来，我让他们横着过去。只可惜，当时的一杯毒酒，化去了我苦练10几年的功夫。少君，这恐怕不妥。这是你。这是能调动我护卫的唯一信物，他们会誓死保护令牌的主人。现在，交给你了。真给我了？哼，我要你就给我了。这支卫队可是你在花园城唯一的底牌了，你把这个给我了，万一我不值得呢？你当然值得，只是我将身家性命都给你了，还听不到一句夫君。夫君。啊？你叫我什么？哎，好了，我们还是快点去找苏木吧，我还是挺担心他的。只有让韩硕在故事里彻底消失，我才能保住他的命。